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四小啊，台语安尼写四小啊。华语的零嘴零食，台语讲四小啊，也就是脆食物啊。你歹带头，正顿唔食，串食食一寡四小啊。大家若招做伙卫生开讲，拢嘛传一寡四小啊脆食物啊，罔淡散。四小啊，这个讲法是安怎来的咧？讲四小啊的兽是野兽的兽。讲较早，无论是鸽啊，或者是猎物翁啊，面顶拢会印虎、白、狮、象，这四种互人看做是吉祥的野兽，所以就叫四兽。四兽、四兽、四小啊，字换字，四小啊就安尼来咯。也有另外一种的讲法，讲以前过年拢有一个年节鸭肉，中一个圆边仔有三家，总共四家，就放四种较细项、较幼秀的糖仔饼，就叫四小啊咯。所以这个零用钱的台语，除了会当讲所费、讲量上钱之外，有人的见解讲零用钱嘛会当讲四小啊钱。细汉的时阵，阿爸拢互阮四小啊钱买物仔来食。专家讲，互囡仔四小啊钱，毋是叫因袂当浪费，是爱教囡仔安怎来使用四小啊钱，甲安怎来欠钱。今仔日的台语字四小啊，实在真趣味。